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连续6天台湾拢无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咱国到单计共429人病例。昨下晡桃园平镇起到一半的地下停车场的工地发生意外，2个工人受伤送急救，一个女工不幸过往。来看高速公路国道3号、5号早起有几落站拢塞着车。IQ68 APP 所列各地头的闹热所在，看起来人阵拢还阁真人。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连续6天台湾拢无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到这当阵，咱国计共是429人病例，其中有324个病人已经解除隔离，复原出院。另外，因为母亲节已经要到，近来病情咧团渐渐有较平静。指挥中心他就宣布即时开始要开放民众去探访大点长期照护中心，就是安养机关内底的亲人。咱等下来听陈市长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前面放6个西瓜，就表示我们连续6个0了。探视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希望它是采用预约制，不要一下都跑去，那人一下太多，我想机构也很难来安排。然后第二当然是有症状的当然是不可以去当然它还是一个高群聚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区。如果不能够行动，基本上是希望安排在公共空间那方便跟里面做区隔那如果没有办法行动那只能可以到房间里面去那当然也只有一组人员可以进入。那进入的时候，请大家都要佩戴口罩相关的防疫的措施也要更严密的来进行。咱过来讲，昨下晡桃园平镇遮有工地发生意外事件，就是起到一半的文化公园地停车场，1楼的地板向落落去，现场货车、脚踏车也拢碾落地，2个工人受伤送去急救，一个女工待伫咧涂骹下抢救到半暝，不幸找到，已经拢无气息。为怎因为发生这款意外，详细都要搁再调查。工地明显落了一个大坑，塘市平镇区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工程，3闸突然放起，消防人员经过透暝开挖搜救，透早找到女工遗体，明显死亡。规暝伫边仔等待希望奇迹出现的家属，伤心悲痛。就讲无困，我伫遐，甲阮后生甲阮查囝营造厂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讲用卡他看他处理用得好，用得完满安尼。规划地下3站、地上2站的停车场，汤市府发包施工，去年5月底开工，预计今年底完工。3站下道进行吞涂，地下室顶板突然崩落，地书一台地路机、一台货车甲2台凹凸机落落去。这件公安意外造成1个死，2个受伤。技术工会今天会来讨论，再鉴定，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面我们都是按图施工，强度都大于我们原设计的强度。目前工程已经停工，现场也已经加强安全管制措施。营造处强调照度施工，那意外发生的原因，将配合检警调查，也将专业协助家属善后。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昨嘉义地方法院判决台西铁路警察的凶手郑某人一审无罪，引起社会正人议论。但嘉义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讲，虽然法院是掠刑法第19条第1项做根据，不过在因来看，凶手犯案迄当阵也无完全失去理智，尤其伊阁有精神病症，也无照起工食药，这层责任也着要担当。所以地检署这边决议提出上诉。嘉义地方法院昨对刺杀铁路警察一案作出无罪判决，引起社会的讨论。嘉义地检署除了对高保提出控告以外，嘛针对法院以刑法第19条第1项的内容判决无罪结果提出上诉。那纵观前案的事证那相关证人以及目击证人的一些证述，还有我们看的监视，就是拍照的一些监视画面，我们开庭之后，我们认为，在这个郑姓被告在行为当下，他的识别能力是没有达到完全丧失的程度了。刑法第19条第1项的内容，主要是说明被告因为精神障碍发作，所以无法度判断家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因此才会做无罪判决。负责替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医生就表示，被
被告伫犯案的时阵，确实有进行发作精神失控的病症。那是大家一起根据法院提供我们的证据、病历，还有个案他当场的一些陈述跟症状表现，我们是依照这样的判断来做决定的。地检署嘛强调，被告伫1806年知影家己有精神疾病的时阵，无愿意照时间看医生食药啊，才会发生后来的事件。这个部分被告嘛应该要负起责任，嘛希望伫二审的时阵，针对记报甲判决的部分，会用重新裁定。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针对这条案，国民党有立委指出讲，法院用精神鉴定的报告做根据，敢是把精神病症当作免死的金牌。卫生福利部主管心理健康这部门的司长是讲，这个凶手就要搁接受强制治疗，社会也唔通就安尼对精神病症的患者有另眼看待。另外，警政署是按算要踮妨碍公务罪内底新增加处罚杀害警察的条文。嘉义铁路警察洪都死案一审宣判无罪，引起各界议论。在去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内下理会认为，以宪法19条，精神障碍也是心智缺陷，地事唔知影家己当下咧违法，相关当下精神状态是关键。即期嘉义第二只敢若凭一份精神科的鉴定报告，无法度证明行凶迄当时欠辨识能力。刑法第19条的规定。他是不是能够确定，在他行凶的当下，他的确不知道他是在杀人？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医生他也不能够证明，所以拿这个当成一个免死的一个金牌。一昧的只是去污名化视觉失调症精神病人，其实反而是一个违反全世界人权的方向。他已经四处去澄清，可是没有人理他。那以至于到他的这个事情拖到后面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卫福部心口司长表示，生地相关并不是无罪，交保了后要爱监护治疗，也指出这名相关要中断2年的治疗，所以加重接病。也强调，一旦社会若污名化精神疾病人，拜托因只会更加恶化社会问题，让精神病人唔敢主动看病。警政署副署长甲铁警局副局长也出席记者会，强调未当接受判决结果。有在严厉对袭警的行为要加重处罚。署长陈家清认为，现行刑法的妨害公务罪，对执行员警的安全的保障是不足的。警政署认为，即马妨碍公务罪对刑警的保护不足，研议新增杀警、死警专款，让警察保护人民有保障。总统府早起表示支持检方依法上诉的决定，同时保证相关已经犯案看守所，相信相关单位会当依法采取适当的处置，保障社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今日劳动节不是所有民众拢有通好休，不过早起3号、5号的高速公路也是有几落节有去踢的。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这表示讲，定着因为好天，病情咧喘，佫有较休，出门的人才有加挂。总是若看1968这个手机的 APP 所列，南北二路迄200几个闹热所在，早起是拢表示讲人阵还佫真人呢。登陆落的车阵就出现伫咧台北市宽东大道接国三路南，也有国高的联络道路。未外1点钟的时间，车速拢维持伫咧10公里以下，这规排车差不多拢袂停袂动。若国道3号路南去3英的路段，透早发生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车祸，也好路南的路段达7公里，上北的路段达2公里，造成这个路段的空气品质歹，达到紫色的灯号，时速无到20公里。这阵车祸已经排除啊。国三龙南路上有一些就是有个大车，它冲上到对向护栏，造成双向回堵以外，大致上国道的路况是比较偏向于周6的一个形态。另外，在国5的部分，一早就可能有往国5旅游的一个车潮会出现。511连假头一天天气真好，加上武汉肺炎疫情有较热，国道部分路段透早出现车流。高公局表示，1号的车流量会伫咧80到100万车公里，甲一般周末的车流量差不多。其中国道5号应该会出现要出门去佚佗的车流，过道过这车应该会较少。大概从上午大概8点以后，逐渐有车潮涌现。不过这个车流可能会到下午以后才会逐渐疏解，所以我们呼吁用路朋友，如果要往国5旅游的话，可能尽量利用下午的时段再出发，会比较好走。
因为唔是所有民众拢晓假。根据高工局1968 APP 显示，全台湾有200多个热门景点，并无导红色的灯，透早拢是青灯，表示人流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目前台北市消防局已经有专门去清查市内 KTV、戏院甲 MTV， 啊，不过外界还是咧关心讲，就是因为消防局去钱柜 KTV 抽查，迄边工课做了无彻底，回收意外才会来发生。啊，黄珊珊副市长是有承认这站会阁检讨。啊，近来嘛有市民卡1999市府的专线去探问纾困补贴的详细，对方却叫伊换去问劳动部。黄副市长嘛讲，这站也已经有改善了。经过一场火灾，让6个人失去性命。台北市政府清查台北市内底68间封闭式娱乐场所，无合格有17间，其中10间有过通过一班的检查，会当营业，但是各有7间停业。对4月22日千过林新店的消防抽查，消防局坦白讲，刚好伫1楼看书面资料，副市长黄珊珊强调，因为3月30有联合稽查，会检讨时间受过短的问题，嘛会定出检查项目。当天他们是抽了4家，每一家只能去半小时。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时间过短的部分，我们是会检讨的。3月30号做过大检查，所以4月22号的联合稽查的同仁，他们去稽查的时候，业者会出示说，我3月30号已经通过合格检查的东西，以后应该要定出相关的明细，什么是必查项目。黄珊珊认为，消防局伫代志发生迄天无马上说明4月22日抽查的状况有严重的疏失，但是外界质疑，阁有补习班等所在消防安检只是做好看。伊表示，平常时拢有做稽查，但是教育局相关的网站无甲上新的消息藏起来，嘛是一个疏失，会要求改进。对疫情冲击经济，台北市政府宣布，纾困对象扩大到国体个社会主体租厝的人，会当向都发局申请3月到5月租金减收20%，会当延后1年拿钱。不过，煞有风声讲有民众卡1999询问纾困方案，煞红要求爱卡去劳动部去问。台北市政府这边出了一个疏漏，就是1999的部分，我们有一个 SOP， 就是同样的问题，好，超过多少通，等待时间超过多久，我们就会做所谓的语音的留言。那这个案子是他们接到非常多的询问电话之后，他们按照 SOP 做了语音的留言，说这个是中央的案子，要问中央。黄珊珊希望未来中央公布纾困等相关方案的时阵，嘛当提供地方政府相关的方案，好互因及时回应民众的问题。记者郭灿从之前台北报道。镜头刷过来去国际，来讲美国一本学术杂志，名叫《外交政策》。当时报道讲，日本甲美国当地咧邀请澳洲、英国、法国证人联名发批，去互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要求伊就要邀请台湾参与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啊，日本的安倍首相嘛讲，那这站伊嘛要当面甲 Tedros 秘书长言起过。咱的外交部的次书兼处长是讲，台湾想要出力，不过目前主要还是北京政府伫咧反对。台湾が残念ながら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ができていない。これは私テドロス事務局長にも直接申し上げ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して。面对议员质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度表示，日本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立场。今麦国际挺台湾的声音不断，美国期刊《外交政策》都报道，日本甲美国当邀请有同齐志向国家，包括澳洲、英国、法国、德国等，联署致函予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要求伊邀请台湾参与 WHO。报道也指出，美国近来小连续批评世卫甲中国瘟疫疫情，是要甲中国展开新的对抗。They continue to cov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about the origins of this virus. I mean, Dr. Tedros is a fraud. He's not even a real doctor. 美国继续敦促甲中国对抗，另外一方面也加强甲台湾伫公共卫生议题上的合作。继续台美卫福部长双边电话会议了后，外交部司长徐世健也伫华府智库台湾研究中心分享台湾抗疫的经验，也显示台湾愿意甲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公卫挑战。台湾需要加入 WHO。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once again showcased the urgent need to include Taiwan in the global pandemic response system. While diplomatic allies and more like-minded countries have support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 Beijing continues
maintain strong political opposition. 徐世健也表示，台湾模式的透明度甲问责制度，都是中国大外宣威权体制的环境。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搁较俄罗台湾方式，有会记哩 SARS 的教训，指出总统蔡英文可能是全球上好的应对疫情的领导人。英国议员维克斯也发表专文，呼吁 WHO 邀请台湾参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办公室有发表声明，强调讲武汉肺炎这款病毒是自然产生，唔是人刻意制造出来。啊，不过川普总统说讲，伊已经有情报证实病毒是按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互人放出来。啊，美国的《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是刊出内幕的消息，讲川普总统已经传要甲中国请求赔偿，这回因为病情摊开，美国种种的损失。美国总统川普讲，伊相信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正伫咧评估台湾的各种讲法，相信无偌久就会查出真相。伫同一天，国家情报部门的声明是甲川普的讲法互相矛盾。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oday put out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y believe it was naturally occurring, it was not man-made. But Who is that? Who is that that said that?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Yeah, but Intelligence. who in particular? Who was the man that made that? It was a statement that the ODNI. Oh, he would know that, huh? National Intelligence. My question is, have you seen anything at this point that gives you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as the origin of this virus? Yes, I have. There's a lot of theories. We're going to put it all together. China might even tell us. China may tell us. And what gives you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this originated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I can't tell you that. I'm not allowed to tell you that. 副总统潘斯也强调，总统正伫咧对这个病毒做全面性的调查。当记者问川普是不是考虑对中国使用关税或者是制武倾销的天发性手段，川普讲方法有真侪种。I can do the same thing, but even for more money just by putting on tariffs. So I don't have to do that. You know, it's approximately $1 trillion.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美国有几多间机构的高级官员30开会制定保护中国的战略，拍算向中国要求赔偿几多10亿美金的疫情的损失。掩故其他部门的官员是提出警告，讲唔当想要挺发中国，因为中国正伫咧把防疫物资运到美国。另外，也有官员讲，即马时机无啥适合，掩故最后依然是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西边非洲这一个国家，虽然有强制民众出门就要挂喙炎，啊，不过真侪民众拢讲买袂起，嘛无地去买。啊，世界卫生组织当就指出讲，现时伫咧43个非洲国家内底，平均册100万人，敢若5顶加护病房的病床通好用。比较欧洲这平均册是4000顶来看，非洲的医疗是真苛欠，病情摊开的风险嘛加真悬。中国是全世界上早避开武汉肺炎疫情的国家，即马派出了医疗团队到奈及利亚首都救援，载了差不多150万美金的医疗设备。这个国家医疗体系是真欠缺，搁再加上要我2亿人口，或者国家感染的风险真悬。We received support of all means from Nigeria. It's time for us to reciprocate the friendship and kindness. 非洲国家贝南甲摩洛哥已经全面强制民众外出来挂喙罨，贝南政府嘛补贴钱，但是有真侪人共款买袂到。They say it's compulsory, but I've come to buy some and I can't find any. 非洲撒哈尔地区是长咧战乱，数十万灾民是真惊到病毒威胁。伫马里首都郊区的灾民营，有民众嘛真烦恼疫情的逼开。We're afraid of catching it, to the point that we can't sleep day or night. I live here with my whole family, and if one of us were to get this disease, it would be a disaster. Unfortunately, we're here because we have no choice. We stay here imagining the worst, that one of us gets infected. 疫情嘛冲击非洲的经济，塞内加尔实行关暗的宵禁，佮再加上航班限制以及欧洲需求大落的因素，使企业受到真大打击，间接嘛影响到国内50万人的生活。记者林浩如报道。过来讲日本这边做这的餐饮业，因为病情咧传，营业额普遍的上无落有60%去，真侪老牌老字号的店头无奈就要停止开业。但日本政府已经有宣布要助赞中小企业贷款免利息，
望讲会当尽量减轻这回传染症对餐饮业所造成的损害。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着日本的餐饮业，特别是东京的商店。最近这2礼拜疫情继续在拖，短短半个月内底，新增加的确诊病人就超过1000人。东京都的地属小吃白盒子要求民众自我管理，不过这嘛互中小型的餐厅要面对无法度生存的危机。对这件代志，捌甲4000间小店起死回生的行销公司，就来到三江，希望协助这寡店头会当渡过难关。コロナウイルスだけではなく、そういう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が当た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ですと、お客様が来てく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ウォッチして、何かネガティブな書き込みがあった際にすぐに、動けるようにするという。除了各业界互相斗帮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拨预算支援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互因会当用无利率的方式向银行做融资。希望会当减轻疫情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所得税开始伫咧报，今年因为要提防就近小尾病症，开放申报的期间加1个月，政府报到6月底。若税金要纳当然有困难，国税局也因讲会当渐按一档，也是分做36期。财政部苏建宁部长嘛提醒讲，民众会当利用网络点处来报税，较免去烦恼出门无定去小尾病症。我们从5月1号到5月31号延长到6月30号，总共2个月的这个申报期间，我们也希望就纳税人如果能够在网络报税的话，在家网络报税的话，那么尽量在网络报税，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那么收入减少缴税有困难，那么提供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延期跟分期缴税的这个措施。那么延期呢，可以延长1年啊，那分期的话可以分36期，总共3年的时间来申请这个延期分期缴税哦。报税头一日有未少民众挂嘴烟去税务机关的排列，财政部苏建宁部长也特别去到台北国税局视察。今年比较演过较无共，现场出入拢过一条路，阁有安排替民众磅体温，柜台嘛设透明的隔板，提防烂手传染病症。虽然即便是开放2个月通办理报税，不过若5月31进前就申报好势，6月底就听好领着退税。虽然今年劳动节的游行无办，不过嘛有上百个大小工会工人代表去到总统府头前的启德甲咱大道，批评政府面对各行各业的无薪假、无实造假的问题，拢无替劳工考虑大声。另外，因证人嘛望讲，蔡总统第2任就职了后，就紧通过最佳工资法、甲职业灾害保险法，这才是真正伫咧顾全劳工的权益。为遵守社交距离，2020年5月劳动节大游行，12年来第1摆停办。按过工会人士依然邀请全台上百位工会代表去凯道举行定点记者会。虽然台湾防疫积极，按过各行各业的劳工正面临无薪假、薪水奖金求水，甚至恶性关门的这危机。乐团集齐伫劳工纾困政策顶悬，为啥都看不到政府超前部署？很多恶劣的雇主其实趁这一波也是有很多恶性倒闭的现象。那些其实劳工都是被迫，不只是休无薪假，甚至于就是掉落了整个失业潮的这个状态之下。那还有很多的劳权保护，其实是需要劳工集体站出来，集体发声。劳工纾困贷款10万块的方案4月30礼拜四上路，劳动部统计第一天就超过5万件申请，劳团估算50万个名额真紧就会满。呼吁政府搁增加名额，加强纾困措施。劳团也继续提出改善加薪水，增加职场保护这诉求。台湾的基本工资要检讨，它到底够不够？现在23800名加上疫情这种突发事件，这个劳工要怎么活下去？这就是我们要求说，最低工资应该要让它专法化。劳团盘点蔡政府伫上届工资法、职灾保险法等劳动政策，伫目前的任期拢还未完成。劳团认为，在去51电竞过后，政府无闭关期，应该赶紧推动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嘛伫 Facebook 发表文章，甲劳工表示敬意。伊阁讲，无论抵挡病症还是消头困难，政府拢会落实加案，照顾民众的需要。
台湾民众党的立委是开记者会指出讲，敢若4月、7月日去予公司遣散的劳工就将近15000人，伊来要求政府补贴劳工的政策开放的条件，就要放较灵咧。总统蔡英文伫5日劳动节即天，伫面册发文向劳工致敬，强调无论是防疫还是纾困，政府拢会继续照顾民众需求。纾困救失业，团结组工会。武汉肺炎疫情，互原本严重的台湾劳动环境更加恶化。政府虽然推出多项纾困方案，外界评价两极。民众党呼吁政府应该扩大补助范围，将所有受到冲击的劳工全数纳入。尤其目前投保额度24000补助底限，犹原是伤过悬。限定24000这个门槛，已经非常多的立委跟本党团，还有在座的工会先进都提出来。对于中高龄者，对于投保在这个职业工会。长年以来，他现在的年龄都不可能是24000，这一类人没有被纾困到。从23800变成24000，那还是有这个门槛问题，这个逻辑上基本是完全错误的。难道投保薪资超过24000块的人，他没有家庭、没有小孩、没有父母、没有这些生活压力吗？劳工陷伫世界困境，数据会讲话。敢若4月初1到27，被资遣的劳工达到14941人。今年2月、3月、4月的被资遣劳工比去年加15000人。向劳动部通报的事业单位就有804间，18265人。不过无被通报的户数可能会更较侪。针对劳工10万纾困贷款。劳动部估计，今仔日信贷会超过5万件，不过信贷条件有信贷记录不良的限制。这些人往往是社会上弱势，真需要帮助的。有一些劳工，他可能过去他有的还款本来就稍微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因为这样的信用评分，他其实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的这个纾困贷款。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过往只要有推票啊、债务的这个逾期、未正常缴息的这些记录，只要他有记录的时候，依法我们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核贷。保证大约1.8万人被标榜无薪假，未来恐惊会大量风险透露。加上台湾工会组织率偏低只有7%，比 OECD 国家平均16%低。民众党提出修正工会法，放宽工会成立底限，由今麦的30人，由日本改做10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是在讲做工仔人、手面趁食的人。心声要对倒位透？虽然一年一度拢有劳动节，不过我相信讲大多数咱这艰苦的兄弟姊妹，若听到台湾歌，有当着真正会唱出咱上界基层艰苦的心声。尤其国政所讲起，台湾社会有超过8成，大家拢甲国政同款，是艰苦的工人家庭栽培出来的囡仔。毋则讲来听台湾歌，唱工人的心声，确实真正好听。尤其较早60年代。查某囡仔来到都市要找工课，往往就是唱出迄条孤女的愿望。歌词内底讲，请借问路边的卖粉阿姊啊，人咧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大个时要用人？阮想要来去。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人，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拍算较合理。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你甲听，真正艰苦人会带念艰苦人。虽然小姑娘来到都市，毋过会看讲卖粉的阿姊啊，你甲我身世相同，咱拢是艰苦的家庭，毋则讲咱着爱出来讨谈。毋过咱犹原着爱坚强，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拍算较合理。我的老母，包含你的老母，你的大姊，听到这条孤女的愿望，敢是真正？逐回听，逐回就感动；有诶，逐回听到，逐回就喉更甜。因为这正是咱台湾女性劳工场做工课辛苦的心声。过来已经行到工厂的门口后，请借问门头的办公阿伯啊，人咧讲这间工厂有要采用人，阮虽然也少年，拢毋知半项。当前我低头青疏，以外无希望。若是少钱，也要忍耐3冬5冬。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
是啦，用过点纺织厂做女工，才会嘛，才会大姐。但即马经过经营家庭，经过时代变迁，相信恁囝儿是拢已经离骹手啊，真正拢已经得到心情的轻松。啊，恁是台湾经济的进步无名的英雄。女性咧听孤女的愿望，这叶俊麟老师作词的。那男性呢？男性常常来到都市，拢是听黄西田迄条田庄行歌，啊，若无就是林合所作词这条《流浪到台北》，这条正正就是田庄行歌的续集。歌词内底讲出外来流浪到台北，已经过1年，想起迄当时甲伊来分离，一时阵毋知怎样悲伤自泪滴。虽然是男离日志，虽然是男离日志，犹原心稀微。今夜月光白茫茫，照在玻璃窗，互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伊对阮有情有义，将来有希望。为怎样运命戏人？为怎样运命戏人？变成流浪人。是咱大环境变迁，农村愈来愈歹讨趁，毋才会讲运命戏人，都爱坐火车来到都市，争取看有头路通好做无。有诶去做线工，有诶去做小工，有诶去学功夫。但即马这个时代，这个白啊，这个节啊，恁若拢离骹手咯。虽然过去咧怨叹讲为怎样运命戏人变成流浪人，总是即当阵台湾的劳工苦尽甘来。毋过即当阵，咱知影讲农产品外销多数也拢冻店，尤其国内饭店、餐厅生意嘛拢真歹。但真侪收成起来菜色果子，近来煞拢无地去销。农业大县分林县的张立生县长就讲，农民损伤遮尔重，却无补贴的政策来照顾。伊建议中央政府，就要甲有保着农保的农民，同款比照上届艰苦的基层劳工同款，发现金来援助。一个在今日菜市仔，真侪花人挂上嘴安做生理，但近期受到疫情影响，不止只有外销出口农产品停滞，因为近期饭店、餐厅业绩拢无好。毛国内农产品内销受到冲击，真侪农民反映收入减少，希望政府会当针对基层的农民提出纾困方案。应该是农保，咱当然嘛爱希望咱领着啊，咱咧，我本身是做农啊，做农真辛苦，趁无钱啊，啊，农人袂使大细目啊，啊，希望政府一视同仁啊，互咱遮个农民大家有较会有迄个较好过节。文林县长张立生表示。这次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虽然劳动部提出真侪纾困方案，却无针对基层的农民有任何纾困措施。因为基层农民怨言，建议中央会当针对具有农保资格农民，比较劳工来研议纳入纾困生活补贴方案。基层的农渔民也在面临所有收成以后呢卖不出去了那行销没有通路，没有管道，因为所有的这些餐厅啦活动都减少了那所以农民马上面临的困顿我想我们中央政府应该更体恤基层的这些农民给他们对地补贴或是现金补助。张立生强调，目前全国农保被保险人有107万人，其中云林县占114000人，一个月投保金额是12000块，比劳工投保薪资第一期更加低。但这次中央纾困方案，参加农保的农民却无被考量到，所以中央应该比较纳入现金的纾困，来减轻农民这次的冲击。记者云林报道。今日公视台新闻的专题，是要和观众朋友来关心台湾的海运业。因为北京咧拖全世界海运的船只，按2月开始就拢已经减磅。本地台湾伫咧国际贸易中间是有真重要的角色。但若货品无法度流通，咱的经济就无通进展。但即阵海运的业者是拢望讲政府斗支持，通度甲病情较后的时，经济搁再有好天呢。大船入港，半自动化的大型天车排几排，下开拖车来来往往，无盈利装卸货柜。台湾无亲像世界各国受到疫情影响，锁国封港，不过嘛是面对全球生产重点，船运大幅度减班的考验。
台湾第3大港，世界排名第100名的台北港码头，2020第一季的作业量比去年同一个时阵减少6%。台北港货柜码头公司的总经理林金兴表示，第2季会落个较济。目前对准公司客户减收费用，希望强度难关。规条国际贸易的供应链为船运、码头、仓库到运输，全部拢受到冲击。航运来讲，我整的这一条供应链几乎是等于是断裂。为什么？因为区域的这些沉积的这些物流它封锁了，那因为它需求变少，出口甚至是我的进口都深受影响。原料无法度入来的新品出袂去，疫情期间内需的消费嘛降低，进出口的厂商拢取消订单，也是延期。内陆的货柜场伫结关的时阵，应该是上无用的。报关的柜台刷零零清清，第5个目停咧边啊。外口的空货柜蹲干那山有6站关，可见货物的流通拢冻点。中央货柜总经理陈天才表示，伊做船务40档，这边疫情的冲击是伊毋捌看过的。是2月份开始，疫情开始，阮就开始影响，收入减起来，因为你量减，收入就减起来。量若减30%，爱收入嘛减到30%，因素啦吼，因素嘛减30%起来。陈天才指出，目前已增加员工的训练，轮流休假来度小月。若是疫情到7、8月也未结束，政府阁无出手斗3工，恐惊也经营袂落去。汽车货柜运输的同业工会秘书长李兆光表示，拖车司机无会通拖，嘛面对减班休困的困境。国际贸易的供应链第2季恐惊也跋到谷底，业者毋望政府纾困，可以当挡甲疫情过去，经济反弹回升的时阵。记者尤伟珍、张玉水新北报道。昨是国际卖拍囡仔日，不过新北市有议员煞去接到民众的陈情，讲一个学生囡仔因为个人的情绪较无法度控制，煞去互辅导室的主任起骹动手，上无阁有3摆。但新北市的教育局是讲，已经有开始伫咧调查详细了。监视器翕到穿着蓝色顶冠衫的查甫学生被逼甲，用手缀着伊的人是学校的辅导室主任，边仔徛着的是学生的班导师。查甫学生想要离开，却被主任揪掉的，还佫互带来揪着。主任刷落来，佫用手后敲拄着查甫囡仔脑后。新北市议员潘家云接电陈情，讲囡仔伫学校互暴力对待，伊讲做母亲的看到这款的影片真唔甘。有孩子的家长看到这样子的影片，都是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任何一个孩子遭受这样子的暴力对待，有这样子对孩子暴力的行为是不配为人师表。查甫学生的母亲是新住民，单亲请养囡仔。对协助陈情的人表示，囡仔也捌被当众扇嘴皮，至少有3摆的暴力对待，也毋过甲学校反映却拢无消息。教育局表示，对不当管教、零用稳已经启动调查，那学校地政不保也会受罚。如果有不当的情事的时候，我们会请学校校方这边召开考核委员会，然后绝不宽待。为依法令通报的部分，我们会秉公处理，绝不宽待。这个学校是偏向小校，学生的人数只有10几个。校长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真意外，并且表示，这名辅导室主任到学校服务第2年，大部分拢是正面的评价，目前已经启动调查，主任也先停职。这学校敢是地政不保？校长也表示，需要1点仔时间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南屯这一间幼儿园，去互家长出面指责讲。中国月30迄天，伊读大班的后生分组的时，可能是找无椅仔位坐无好势，所以叫老师扣头章拍头壳。家长甲学校追究，幼儿园这边头仔无承认实情，目前已经报警方处理。台中市教育局也要求这个老师都要即时停职了。查甫囡仔家长伫网络公开囡仔被不当对待过程，幼儿园教室内，其他小朋友拢坐伫位的，也毋过这位查甫囡仔技术找袂到位徛着，查某老师就行去，伸手掠着查甫囡仔的头章，往教室后壁拖，甚至还佫拍查甫囡仔的头。家长伫网络公开画面，指控查甫囡仔被不当对待，边仔的查某老师虽然看到，却无去阻止。大班的小朋友，他的高度可能就刚好在老师的这里，所以老师可能也没有说会抓他的衣服啦，或者说抓他的手之类，可能就是因为高度的关系，所以老师可能就直接抓着他的这个头发，可能老师真的他处理的不太，或者可能情绪上比较没管理的很好。
查甫囡仔转去了后，将过程甲家长讲，家长调监视器，指控顶个月30，台中市南屯这间幼儿园的老师，疑似因为查甫囡仔无坐好，老师就由头章拍头。院方表示，这名老师已经有7年的教学经验，当时技术情绪控管不好，教育局也概率了解。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那他的情形，我们会再看到时候调查的情形，他的那个程度、情节的轻重就会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置。教育局初步了解，查甫囡仔和老师带尾2年啊，目前已经要求这名老师停止接受调查。若讲确定失职，也将以违反二款法规法相关3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休困日到，咱来讲台东县政府特别点铁花村这款人来客去的风景地区，涂骹特别划线，提醒游客来到台东旅游，就算伫咧户外，也着要互相保持1公尺远安全的社交距离，有较好。台东市区热门的观光景点铁花村，台东县政府伫即摆5月连假特别伫200公尺长的人行步道，标示7条红线。距离拢是1公尺，提醒游客伫线行会当行伫红线内，也会当以红线的距离排队买物件。观光客也能够戴口罩，那我们会尽量让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另外，铁花新竹路听现甲要上地，业者伫户外的桌仔椅啊，也以离1公尺的规范来排，搁较大告示提醒民众毋通并道，确实遵守户外安全社交规范。5月连假第1天，伫时啊，铁花村已经陆续出现游客塞街，游客也拢有共识，会以标线保持买物件甲参观的社交距离。大家排队都会遵守啊，大家要来注意啊。我们有法度来控制这个疫情。排队排太久，我们就是会尽量劝导说，就是还是要保持那个社交距离这样子。对。台东县交通观光处表示，铁花村暗时人较侪，官府会请保全一旦人组织超过500人，都会进行人数速度管制，提醒游客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工业技术研究院为着要提高医疗照顾的品质，减轻医护人员畏着病情的风险，特别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合作，踮负压力的隔离病房内底，采用完全免互相接触的科技系统，伫咧病房照顾这方面引进新的科技，未来阁打算会当应用迄老大人长期照护的医疗项目顶头。只要伫咧病床到6个影像的侦测器，观察病人面部血管色水的变化，也有喘气的情形，就使利用远端 AI 系统算出患者心率也有喘气的情形。一旦发现患者身体有各样，就使发出警示，可使随时和医护人员实时沟通。我们开发的这种智慧的物联网闸道器，它可以把这些监控的资讯汇整之后，透过国际的医学影像的标准，在医院使用，丢到护理站。为了提升医疗照护品质，工研院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做伙合作，提早部署。在咧武汉肺炎防疫期间，在咧台湾创头一个和负压隔离病房买工，使用这套完全无接触的防疫科技平台，唔但减少医护人员的负担，也降低医护人员定出入病房去防未到的风险。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一个减少我们这些叫 PPE 个人防护装置的消耗。第二的话呢，就让我们的整个工作人员的话呢，他也能够有其他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那再来的话，病人他可能还是轻症的，他也不会接受到太多的干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表示，医护人员逐天出入病院平均15届，这阵运用智慧防疫工具，就使达到人甲人拢无接触，不过照护的品质同款好的这个目标。这阵已经有20床伫咧进行试办，未来会扩大应用伫咧长期照顾和远距离医疗。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国中生升学的会考，5月16、17就要举办。台北市教育局早起就踮台东高中演练，甲来考试的学生磅体温，阁有人发烧，安怎运用预备的考试场，一切过程也拢真顺遂。若高雄市这头目前是阁有一寡中小学远距离用网络教学的工课，阁发落袂好势。市府当嘛派出专家开始入去学校一一指导了。学生入去考场进前先量体温，一定20分钟量400人，但演练落来10分钟就已经完成。国中教育会考16号要开始，台北市政府先伫台东高中进行防疫演练。将餐盒及隔板发放到各市场给学生。
用餐时间也个分隔板，用完嘛请家长摕酒精消毒。若是有人发烧，嘛有准备另外的考场。完成2点钟的演练，差不多1点钟就结束。台北市教育局有信心会使应付考试防疫。如果在考试那一天，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大概我们觉得说，以目前这一部的感温仪，还有这个5站的这一个额温枪啊，来做服务啊，应该可以让考生来顺利来通关。中市教育局早起嘛头一件请辅导团入去各小校园，教师生使用线顶教学软体，因为疫情爆发到即嘛，为学校也未完全做好线顶教学的准备，都有在做准备啦。这个课程是局端里面算是自己开发的，所以这个稳定度也高，然后安全度更高。还蛮习惯的啊，就是要做什么，然后都看得很清楚。教育局统计，全市总共98间学校申请辅导，将协助因做好疫情停课的准备。但是偏向也是弱势学生厝内无电脑，教育局嘛有募集，到时阵会使送去学生厝内。记者王家川、柯建顺、贾基文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世界各国，因为这回传染症，有的所在是买无着用品，有的是较欠医疗的物资。来看英国当地民众研究出挺好一用再用，用布落去制作改良的卫生纸。一年只是有规定的采访师、义务体医护人员车防护衫，望要斗出一点力。印尼疫情紧张，一名女企家迪莫斯，伊的朋友伫西爪哇担任医护人员，伊足烦恼，因为伫帮人看病的同时，伊的生活防护装备严重无够，被划掉风险真大。Jadi seperti baju hujan, dia pakai jas hujan, ada plastik, kantong kresek, dia pakai kantong kresek。尽管是无相关的专业知识，伊同款决定要开始找相关的资料，嘛找到6700万印尼卢比，差不多是新台币128000块，搁找到敢若收工钱的朋友，因就开始做衫咯。Yang tadinya awalnya mungkin targetnya kalau dari target pribadi aku cuma mau nyumbangin 50 pieces gitu, ternyata kita bisa produksi 1000 gitu。目前已经有20间病院排队等在手工做的免费防护衣，事实上刷落去，伊嘛必须赶紧去做，希望讲这批医用布材会使赶紧用得到。这是家己做的布巾，嘛是会使一再利用的布卫生纸。You put in a few drops of the lavender and chamomile oil. Take your wipes, place them in the solution, turn them over once or twice so they're really nicely wet through. 疫情爆发了后，英国卖场的货架定定拢是空空，尤其是软性的卫生纸、介绍书，又果是民生用品，嘛是厝当中主要的囤货。不少人就开始在想讲，敢有其他的物件会使来代替。It doesn't smell, and you can either wash at 60 or wash at 40 degrees with an antibacterial laundry liquid. 根据资料，2月下旬到3月下旬中间，英国民众总共开了19亿英镑，采买着生活用品，总销售额增加20.6%。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进前，英国一个已经食到99岁、离厝世界大战的老军官，出面替医护人员拍拼募款。但英国顶下下，就当咧替伊做100岁的生日。毋但空军捌拍过世界大战的战斗机，踮伫咧徛架顶头射3连，表示敬意。英国女王啊，派人送亲笔字的生日卡片过去，学了讲伊是骨碌地人的好模范。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英国二战老军官摩尔队长4月30日迎接100岁生日，伊伫募款网站为国民健保服务 NHS 所开设的网页，也伫这一天正式结束募款的活动。开始的目标是1000英镑，最后总金额是3279万4741英镑。Say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of you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m absolutely enthralled by the kindness that all you people are giving so much money to this fund. 摩尔队长是伫4月7发愿要伫100岁生日进前，伫家己厝内底大埕来回行100转，换民众捐钱，资助国家公益系统。伫这疫情继续防疫封城、民生真沉闷的时阵，阿公扶着助行器来回行来行去的画面，感动真侪人。短时间之内，就成做英国大家拢知影大人物。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ooray! Hip hip hooray! Happy birthday, Captain Tom. Happy birthday, Captain Tom.
全国这一天拢送生日祝福。国防部派人向毛队长送荣誉的上校勋章，互阿公非常欢喜，讲是所属军团士兵拢想袂到的代志。皇家空军是出动2.5名的喷火式甲御风战斗机，来回飞过摩尔卡基顶悬3座。One thing that I would say about them, I'm one of the few people here who've seen a hurricane and Spitfires flying past in anger. Fortunately today they're all flying peacefully. That'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前英格兰棒球队队长沃恩知影摩尔队长是始终的棒球迷，特别送帽啊，佮将伊列为英格兰棒球队的荣誉会员。为各地寄来生日贺卡，佮是将当地学校大礼堂改引起，总数有14万张。当地邮局主管讲，从来无看过这么多贺卡。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也派专人送卡，互摩尔队长，学到伊是几啊代人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云林北港妈祖庙朝天宫头前有一间已经超过100年历史的高压定店，但是已经传到第6代人了。少年头家毋但坚持传统做法，嘛对时代改变，根据人客的需要，设计形形色色的高压灯。望讲这间老牌老字号的高压灯店，会当陪北港的厝边头尾继续行过新时代。伫云林的北港朝天宫头前，有一间100年的高压灯店。店面看起来细细间，但是伊对清调高单已经有100年的历史。目前由第6代子孙换起来。我家的灯笼店到我是第5代，现在第6代准备接手破百了。我是尽量要把以前流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做的有它的含义在。第5代头家林崇贤希望保存上古早的高压灯做法，无论是用布做的，也是用纸糊的，全部拢是纯手工做的。用竹啊一支一支编出骨架，画笔一笔一笔轻轻画出图样，逐套手法拢真够工。过去高压灯大部分是办喜丧事，也是宗教活动咧用的。不过对时代咧进步，少年头家利用网络拍出知名度，有真侪人来订传统高压灯，有的伫顶头写店名，加做特别的扛棒，有的做成装置艺术。早期那时候的工作量大部分是以丧事的灯为主，那后来到我爸爸接手之后，所以外县市的客人会越来越多，做一些客制化的图案，就用途就比较广泛一点，就不一定局限在宗教用途。目前北港敢若剩这间传统高压灯店，希望透过转型，唔但会当甲古早的工艺保存落来，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传统的高压灯有无同款的风格，替传统产业开一条全新的路。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宫庙若是要去进香过炉，普遍拢会先去对方的庙宇打香条登记。啊，不过咱台南东山的辟烟师是和别位无同，这是用茶做的香牌来写字登记。啊，东山迎佛祖行古早香炉顶去辟婚事过年，但是已经列作国家重要的民俗。尤其写香牌这项特色，有影是相当的卡忌。这几排一支一支乌色色的物件叫做香牌，有的已经使用超过1甲子。台南的东山辟烟师除了有行古香炉，登去辟婚事过年的国家重要民俗，阁有保留一项已经上百年用写香牌代替打香条的传统做法。请教代志，也是要入厝，拢一般拢会来请佛祖嘛，去出现坐阵，来保庇平安，就是古早时代较近，拢总一地拢用这个房上环保的方式。总干事表示，无论是请佛祖去厝里坐阵，也是写神写戏，辟烟师拢是写香牌大日，用粉笔甲时间和信众要做的代志，写伫用茶做的香牌面顶，而且阁会当重复使用。不过最近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登记香牌的人缩减真济。这大家拢甜甜，但是因为这武汉疫情政府出来推广讲大家尽量莫群聚惊群聚感染。原地即阵当是迎神闹热的大月，不过为着防疫，真侪庙会活动拢着延期举办。希望疫情会使紧结束，互大家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劳动节假期今日开始，观众朋友定定拢真关心天气。各地头气温的悬低，咱等下来看互真。
北部26度到31度，中部28度到32度，南部这边28度到34度。东部26度到31度，金马平湖21度到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放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做囡仔歌。罗马字写做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2条啊第2条呱第1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耍放鸡仔时，就会哪算哪念：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五大兴，六拍手，七围墙，八蒙片，九口耳，十口起。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风直直落，一日伊要娶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只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点马甲，点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暖暖，要规囡仔流水烂。这条点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点马甲黏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活骨，好闲，放鸡鸭。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